敘利亞活動人士表示，政府軍攻擊城市達拉。洪都拉斯監獄發生大火，造成超過350名囚犯喪生。喺中國駐印度大使館門外，流亡藏人抗議中國高壓統治。北韓人紀念金正日誕辰70週年，大批軍人同平民表情肅穆，依次鞠躬。因涉嫌參與暗殺以色列外交官，3名伊朗人喺泰國被逮捕。